月106700，唔係醫病嘅錢，而係一個人撐住一條命嘅錢。漸凍症要24小時照顧，2個看護輪班守護，專業嗰啲看護人員月薪8000蚊起跳，都請唔到人，俾唔出呢一筆錢，就淨係靠屋企人輪流頂硬上，日頂夜頂唔可以斷。嗱，講到漸凍症，你一定會諗起蔡雷，但係撐住蔡雷同你一切嘅係佢嘅太太段睿。段睿做嘅遠遠唔單止係端水啊、餵飯啊，或者幫佢翻身拍背。蔡雷確診之後做咗2件事，第一，將自己嘅身體捐咗去作為科研嘅樣本；第2件事就係佢同段睿講，我想推動漸凍症藥物嘅研發，但係我喐唔到，你可唔可以過嚟幫我？段睿講好。佢本身咧係財務出身，精通商業管理，但係從來都冇做過直播。為咗籌錢做研發，佢行入直播間，由頭開始去學直播點樣講話啦，點樣控場啦，由0做到幾百萬粉絲，賣樓賣股票，直播收益超過1個億。全部都掟落藥物研發，你的直播收入它的用途全部都是科研，而自己1蚊人工都冇收過。而家佢哋一共推咗近300條嘅研發管線，30幾條已經入咗臨床。而好消息就係已經有一個29歲嘅女仔，因為佢哋嘅呢個舉動而被救翻。喺用藥2年之後，呢個女仔可以自己照顧自己。所以你見到噶啦，佢哋2個唔係救緊1個人，而係喺度幫緊幾萬人做藥。但係好老實嗰句啦，大家都知道蔡雷嘅病情有幾咁嚴重，咁所以呢一啲藥好大機會係救唔翻自己嘅老公噶。蔡雷係屬於散發性，佢係佔咗90%以上。而家有效嘅藥物咧，淨係對 SOD1 基因突變型有用，而呢一類嘅病人淨係佔2-3個百分點，所以佢拼盡全力去推進嘅藥，最後連自己用唔到。段睿知道，而蔡雷亦都知道。你話啦，如果換作係你投咗咁多錢入去，最後自己救唔翻自己，你係會開心啊，定係會失落呢？但係佢哋就話，我哋無比開心，因為呢一個就係我哋拼搏嘅意義。我記得曾經睇過段睿嘅一個採訪，佢好強大。佢話1公里以外嘅事情躺平，100米之內嘅事情極度盡力。太遠嘅我理唔到，但係眼前嘅呢100米戰場，我全部不讓。蔡雷喺前段時間接受魯豫訪問嘅時候都講過，我想送你們一句話，也是我現在的信念，只要不放棄，四面八方都是前方。同樣喺段睿身上，我見到嘅係一個極度清醒通透、拒絕悲情化嘅內核。佢知苦，但係不困於苦；有情卻不失獨立，負重卻心懷光亮。所以喺佢哋2個嘅身上，我見到嘅係一個人堅韌嘅力量。而每一個人喺你嘅人生當中，都會有屬於自己嘅戰場。所以無論你覺得再苦都好，睇睇人哋嘅故事，跟住攬攬你嘅生活戰友。再苦，身為人，我哋都要頂硬上。